新德县高美湖的水湖啊，是过去碳甲真严重，去年雨水阁少，碳的速度变甲真紧，强要占满规个湖边。虽然讲对去年开始，政府是有增加程度的经费，不过依然是赶袂赴水湖啊生碳的速度。伫远处看过去，一大片水湖啊，就要占满规个湖面。未输来到草埔新德县观光景点峨眉湖，原底水湖啊生碳的问题就真严重。最近雨水伤过少，水湖的碳的速度比过去更较紧。每年都这样啊，放水就流走了啊，没有放水就这样啊，一直做，一直做啊。陆陆是有清，但是效果没什么效果啊，没什么效果，它长的速度太快了。新德县峨眉湖嘛是大埔水库，主要是提供农田灌溉、产工业用水。即马规个拢去水湖啊占满，就算定定派人去清理，嘛是赶袂赴惊人的碳生速度。一般是因为如果有台风，它就会泄洪，就会排掉不少的布袋莲。那去年到现在水情不好，都没台风嘛。对，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们主管单位能够来思考一下怎么解决。如果要给公所来解决那个费用哦，我看起码要1000万以上哦，才能够整治一些比较有成效的。峨眉湖是新德县真有名的观光景点，不过对过去清理水湖啊，拢找无一劳永逸的办法。乡公所希望中央紧出面，斗合作解决这个老问题。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。